在西的各位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看藏人行政中央电视台本周西藏华语新闻节目，我是本期的主持人蒋阳。本期的主要新闻有：达赖喇嘛尊者呼吁各界共同努力克服全球威胁；达赖喇嘛尊者悼念印度著名环保人士巴呼古纳逝世；司政边巴次仁宣誓就职，承诺将致力于和平解决藏中冲突。美国众议院议长佩洛西与各国议员和支持团体致函祝贺司政边巴次仁。达赖喇嘛尊者通过网络接见即将离任的第15届噶夏司政和各部门部长。印度教育部批准将6所藏人学校移交给桑布扎西藏学校管理委员会。新的西藏博物馆正式在达仁萨拉开馆。驻日内瓦办事处举办有关中国压迫西藏70年及17调协议的网络研讨会。苏格兰议会跨党派支持西藏小组推动全球应对西藏气候变化的活动。瑞士藏人展开1000公里的单车游行活动，呼吁联合国关注西藏人权状况。下面请看详细内容。上周三5月26日，藏历萨嘎达瓦满月日，也被称为佛诞节或卫赛节，是纪念佛陀释迦牟尼诞生、悟道和涅槃的吉祥殊神之日。西藏精神领袖达赖喇嘛尊者于当天为蒙古和西藏为主的各国信众传授佛法，呼吁信众一起竭尽所能的克服包括新冠疫情在内的人类目前面临的各种威胁。藏人行政中央宗教与文化部部长玉托噶玛格勒也于当天通过网络，在德里国际佛教联合会和亚洲佛教徒和平会议组织的国际佛诞日纪念活动上发表了讲话。此外，长期致力于环境保护，在喜马拉雅山区发起抱树运动而享誉世界的环保主义者桑德拉·巴呼古拉先生因感染新冠疫情，不幸于5月21日在新德里逝世，享年94岁。西藏精神领袖达赖喇嘛尊者在闻悉噩耗后，随即致函逝者家属，表达悼念和慰问。尊者在吊唁信中对巴呼古纳先生将非暴力作为环保运动的核心理念表示钦佩。另外，在2021年流亡藏人大选中胜出的司政当选人边巴次仁，于上周四5月27日上午在最高法院松赞礼堂中举行的宣誓就职典礼上，正式就任第16届噶夏的司政。西藏精神领袖达赖喇嘛尊者通过网络视讯在仪式上发表讲话，祝贺新任司政边巴次仁正式就任，同时赞扬即将离任的司政洛桑森格在2届任期内的杰出服务。尊者在谈到流亡前后为实现西藏政治体制民主化方面的努力时说，流亡藏人社区的民主不是虚假的，而是真正的民主，可以与世界上所有其他国家相媲美。当天，在司政当选人边巴次仁与最高法院大法官达波索纳诺布前宣读了就职和保密誓词后，即将离任的司政洛桑森格向新任司政边巴次仁正式移交了所有政治权利，以及交接了自第7世达赖喇嘛传承至今300余年的国玺嘎塔斯席德吉。在宣誓仪式结束后，新任司政边巴次仁发表了就职演说。他在演说中重点谈到了将与中国政府以互利共赢、接触磋商以及非暴力途径解决中藏问题，解救处于艰难和危机中的西藏和西藏人民。在谈到有关中国政府近期发布的所谓西藏和平解放与繁荣发展的白皮书时，司政边巴次仁强调，他愿意派人去核实白皮书中的所有表述。司政还对本月23日在西藏果洛地区发生的特大地震中
失去生命和财产的藏人民众表达声援。在谈到有关印度和宁波尔境内的藏人因新冠疫情而面临的各种挑战时指出，他将在中央和地方层面重建紧急防疫小组，并将提供必要的援助，还将发布相关防疫指导文件。边巴次仁是第5位由流亡藏人民众直选产生的司政。他在接替卸任司政洛桑森格后，成为自2011年达赖喇嘛尊者移交所有政治权力以来的第3位当选的司政。鉴于目前印度中央和地方政府为遏制新冠疫情的传播而采取的限制措施，当天的宣誓就职典礼在本台脸书页面进行了全程直播，来自世界各地的2万多名观众通过直播观看了这场就职典礼。与此同时，自边巴次仁以高票当选为藏人行政中央司政以来，世界各国的领导人、议会议员、支持西藏团体和个人相续致函表达祝贺，并强调将继续支持藏人行政中央与西藏人民的自由事业。美国国会众议院议长南希·佩洛西女士于5月25日在致给司政边巴次仁的贺函中，在谈到西藏人民的顽强精神时说：“作为司政，现在比以往任何时候都需要您发出果断的声音和做出不懈的领导，来继承这一重要的传统，并推动和平事业。”此外，来自瑞士、加拿大、英国、波罗的海国家、欧盟、智利、德国、挪威、法国、比利时、斯洛伐克、台湾和捷克的政要和议员、支持西藏团体和个人，以及海外华人和民运团体和南蒙古大呼拉尔泰也致函祝贺司政边巴次仁，表达了他们对藏人行政中央和西藏自由事业的坚定支持和声援。此外，澳大利亚议会跨党派支持西藏小组于近日在议会大厦与新上任的藏人行政中央驻澳洲办事处代表噶玛森哥举行的会议上，对新任司政边巴次仁表示欢迎，并承诺将继续支持西藏人民的自由斗争事业。另外，西藏精神领袖达赖喇嘛尊者于上周五5月28日上午通过网络视讯接见了即将离任的司政洛桑森格和第15届噶夏各部门部长。达赖喇嘛尊者在发表讲话时，对第15届噶夏的司政和噶伦们在任职期间的出色服务表示感谢，特别赞扬了离任司政洛桑森格在10年任期内为西藏人民所做的出色服务，以及对西藏自由事业做出的非凡贡献，并呼吁离任司政和各部门部长继续为西藏的自由事业做出贡献。此外，来自不同国家的议员、非政府组织和个人也为即将卸任的司政洛桑森格举办各种感谢活动，感谢他在10年任期内的出色服务和非凡贡献。司政洛桑森格在他的告别演说中，感谢境内外所有藏人和原藏团体的支持，让他有机会履行他已故父亲的遗愿，为达赖喇嘛尊者和西藏的自由事业服务。他表示 My role as the Sejong ends today, but my resolve to fight for the Tibetan cause will continue and will remain strong forever. I was born a freedom fighter, and I'll die a freedom fighter. 另外，印度教育部教育与扫盲司于近日批准将其下属的6所中央西藏学校移交给桑布扎西藏学校管理委员会。根据印度联邦内阁的决定，印度教育部下属的中央西藏学校管理处至今已将33所学前班、9所小学、5所初中、5所高中和3所高级中学移交给了藏人行政中央教育部下属的桑布扎西藏学校管理委员会。近日又将6所剩余的学校全部移交。此外，即将离任的藏人行政中央司政洛桑森格
在圆满完成任期前夕，于上周二5月25号为位于藏人行政中央总部新修建的西藏博物馆进行了开馆揭幕。即将卸任的斯珍洛桑森格将修建新的西藏博物馆，以及建立电子缴税项目和将印度政府下属的中央西藏学校移交给桑布扎西藏学校管理，是为他任期内的首要任务之一。与此同时，在中国政府积极宣传所谓和平解放西藏70周年之际，藏人行政中央驻日内瓦办事处于本月21日组织了一场为期3天的网络研讨会。在这场主题为17条协议与中国对西藏70年的压迫的网络研讨会上，与会各界嘉宾和研究人员在一系列的小组讨论中，强调了中国政府对西藏人权的系统性侵犯和对文化和自然环境的破坏，以及以中国的解放政治从西藏和香港中吸取经验教训为主题进行了深入的讨论。对此，德国联邦议院人权与人道主义援助委员会也于5月19日发表关于中国政府与西藏政府代表签署17条协议70周年的声明，谴责中国在过去的70年里对西藏人民进行的暴力镇压和系统性的人权侵犯。另外，苏格兰议会跨党派支持西藏小组于5月22日发表了一份关于世界第3纪青藏高原气候变化问题的声明。据了解，这份声明是阿伯丁大学苏格兰喜马拉雅研究中心为苏格兰跨党派支持西藏小组所做的最新科学发现进行的总结和分析。该小组在声明中还呼吁英国政府确保青藏高原的气候变化问题在第26届联合国气候变化大会上得到关注和解决。以下来关注今天的最后一则消息。流亡瑞士温特图尔的藏人次仁旺堆于5月21日正式在日内瓦联合国大厦前结束1000公里的单车游行活动，并向联合国人权事务高级专员递交了一份有关西藏人权状况的请愿书。今年46岁的次仁旺堆先生于5月7日从温特图尔市开始展开到日内瓦的单车游行活动，在恶劣的天气下骑行近1000公里的路程，提高人们对中国胁迫西藏签署17条协议后，在70年的岁月里对西藏人民实施暴力统治的认识，并要求中国对其侵犯人权的行为负责。观众朋友们，以上就是本期节目的全部内容。欲了解更多有关西藏境内外的讯息，请登录屏幕下方的网址。感谢大家的收看，我们下期节目再会。